就像瀑布一样，它是倾倒下来，轰轰烈烈，或是被爱情冲昏了头。哇，形容的好有画面哦！你该不会那个瀑布是你的泪水吧？其实也像，其实亚维，这是我的失恋故事哦，真的吗？跟大家亚维毛ring亚维聊天室开门喽！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不得了、国际级的艺术家优席夫老师，掌声鼓励。嗨，亚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优席夫。很厉害，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如果你不是在原民界，你可能稍微会觉得优席夫老师有点陌生，但是我稍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多厉害。优席夫老师呢，他是一名阿美族的艺术家，那他呢是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受邀的艺术家之外，他也在英国呢旅居25年之久，然后也曾经是金钟奖自然科学及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还有纽约地铁及劳斯莱斯、麦当劳、马蒂斯、威士忌等知名品牌合作设计耶，这太长了，我实在念不完。老师，你怎么会这么厉害啊？没有啦，我觉得刚好机运来了，那我就尽量多多尝试，因为我期许自己不只是一个画家。对，那如果有其他可能创作的，不管是设计也好啦，或是主持也好，那我可能是因为自己胆子够大，那喜欢挑战全新的东西，对，那就边玩就边开发出自己的潜能，就玩到现在，很厉害。因为其实我自己看过优哥的作品，优哥的作品就是真的就像你说的，非常的大胆。好，无论是在用色方面，还是在笔触方面，我觉得哇，不愧是艺术家。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画画，就是接触绘画，然后创作这一块？其实我是后天才养成的，真的假的？而且是在30岁以后才开始画画。真的假的？对。那之前我的梦想其实是音乐，但这条路走不顺遂，所以我就流浪到英国去。那刚开始是油漆工嘛，油漆工哦。对，那但是到了希腊去之后呢，梦见3位蓝色的天使教导我怎么画画。那这个梦境结束之后，我开始就随便的画水果、花卉、动物，什么都画。那作品不小心被伯乐发现，那就这样子，从一个梦碎的音乐人，就成为一个落魄到就是英国的一个油漆工，还得了3年的忧郁症跟酗酒。那因为梦想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因为那个梦境，我开始画画之后，那又运气很好，被伯乐发现。那当上帝为我关了这个音乐的门，但是为我开了一扇更大的艺术的窗。那就这样子，就莫名其妙的从一个落魄的一个歌手、油漆工，伯乐发现，就有机会进入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视觉艺术的联展。那一画就画到现在。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画了几年啊？哇，我从2005年开始画了20年了。哇，画了20年。对，本来是想要当歌手，但歌手梦碎，然后开始当油漆工。可是怎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当油漆工？你问得很好。对啊，为什么台湾也可以呀？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我为了想要学英文，但是家境也不允许我去上补习班，是，那也或是甚至像人家一样可以到国外去留学进修，我就跑到一般的像师大路那边有一些给外国人去的那个 bar，或是酒吧，我去当 bartender。在那里学英文，在那边就开始学英文。那外国人他们如果要找室友，
我就第一个举手，因为哦我要跟他们混在一起，利用这样的环境，去把我学的英文，然后有机会说。因为语言是这样子，你说有环境说的话，你就能力沟通的能力就越强。没错，我把自己就是完全投入在一在那个个环境里面，对对。而且还可以打工赚钱呢，bartender，然后又学英文，然后又免学费。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几个就当 bartender， 我们总是会有机会认识国际人士。对那就这样子，有一些国际朋友我们都还有联络，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 Line，对呀、然后我们就是用20年 email。前那有一天英国朋友就问我，就是说，你最近好不好？我就回答我非常不快乐。那他问我为什么，我就把就追求音乐梦想的挫折、梦碎的过程跟他说，他说这样子好不好？你要不要你来爱丁堡散散心，顺便来看一看爱丁堡国际艺术节。OK， 我当时只是觉得就去散散心，那没想到我一到那个地方，我爱上那里。太美了吗？你看那边有很多美丽的城堡，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利波特是在那边拍的。哦天哪，还有那个美丽的农庄，然后呢很美，很多童话故事的场景，甚至都在那边古典的那个西洋的古典，像魔戒啦，是哈利波特都在那个地方拍，而且那个地方非常有很多的艺术家在那边创作。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想要把它当做人生第二个开始的地方，所以我就留下来了，一留就待了25年。可是问题来了，你到那里去，原本只是想要散散心，但是你想要把它当成是第二个出发点，对，生活怎么办？生活你总要吃饭吧？你要住哪里？没错，其实各位朋友们，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其实我做的是很基础的工作，我做油漆工。哦，对，因为油漆工他是可以现领，然后不用就是朝九晚五，那也可以去当服务生。可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在服务业待过很长的时间，我想要做其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是的，而且其实亚洲人，你如果在国外你没有高学历，或是说你没有特殊的专长，其实很难找到工作。那这是我唯一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就是我就从最卑微的就从油漆工开始，不是最卑微，就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我最容易找的工作就是油漆工，就是用劳力换取现金啦。那其实做油漆工其实也蛮开心的啊。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油漆工其实我后来想一想也是在奠定我后面成为画家的基础。你看画家跟油漆工是不是都要用到笔刷？没错，是不是都要用到颜色？没错。所以我后来我发现，那个3年很落魄的那个阶段，其实在奠定我后面成为画家的基础。我的笔韵，还有对颜色的敏锐度，那都是在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非常厉害。其实刷油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主语音乐创作人，然后就在我第5张专辑，我有一首歌词整理好，因为非常非常的长，然后我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唱进我整首歌的编曲里面的时候，我整个人卡住，我就把我自己家里那个小小的工作室全部都搬空，非常小间，全部搬空之后。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不知道，我卡住了，我就想要做一点事情。”于是呢，我就买了一桶油漆，就开始刷。我就把工作室全部油漆全部都刷好，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再把所有东西再搬进去，然后我的器材全部接好，就觉得好像可以唱进去了呢。就其实在，我不知道，因为毕竟你是专业的，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对不对。当我在刷油漆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梳理我自己，就梳理自己的内心的卡住的那个情绪。那我不晓得画家跟真正专业的油漆工在你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情绪，还是我只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案？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其实
我有的时候会接一些绘画的课程，是那我的绘画课程，我纯粹就是让大家放松，让大家去发泄，而不是为了考试，为了分数，为了画的像不像去画。那其实你知道吗？画画其实是可以放松压力。那第二个，画画其实可以达到艺术治疗，你知道吗？艺术治疗可以把内在的一些压力啊，还有情绪或是积压已久的这些问题，透过颜色还有就是笔刷把它释放出来。其实就像唱歌一样，当你唱歌的时候，你会没有发现你好像是压力可以被释放出来，甚至比如说一些不好的情绪，愤怒也好，被有一个宣泄的一个出口。画画也是一样，我想它就是一个出口。对，画画也是一样。对，那为什么在这个25年之后，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又回到这个音乐路上？这一段很特别。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你的梦被埋进土里，因为你曾经说我的梦被埋进土里，而是它只是暂时先被搁在一边，它还是会出现，就是那个 timing。我觉得是不是 timing 的问题？到底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凡事都有时。那就像种子一样，它会在固定的时间，该播种是哪一个季节，然后什么时候它会发芽。那每一个种子其实它发芽的时间都不一样。那有些种子它是不是说你下雨它就会生长，它是要经历火烧了之后，它才会有机会发芽。就像有一些松树，它就是必须要有火烧了之后，它的那个壳才会裂掉。裂掉了之后呢，它才有机会发芽。我想我的状况跟这个状况也很接近。是那在过去也许我有这个绘画的天分，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对。自己没有发掘，自己的审美，然后自己对于这个艺术有独特的一个天分跟天赋在那边。那刚好就是生命把我带到英国去，那个时候又遇到3位那么小很可爱的天使跑到我的梦境里面，跑到我的梦境里面托梦给我，甚至教导我怎么使用笔刷颜色。好神奇哦！英文叫 supernatural experience， 就是超自然经验。那超自然经验，很多我的比较理性的外国朋友就是说，你不要再讲了，人家会说你神经病。但是我一直相信这个宇宙之大，其实有很多是无法用科学的逻辑去解释，就像我相信，是不是？我相信，因为其实我也有遇过这种朋友，对不对？对，他在梦境当中，然后给他个启发，他就做出了一个作品，这是真的。就像风一样，它也许你看不到风，但是风它其实是存在的，你感觉得到它。是，哇，好酷哦！所以我的艺术是在经历了破碎之后，在异地才开始发芽，我才开始创作。所以这样子的作品才可以让人家觉得哇，非常非常的深刻，非常厉害。但是我现在准备要来介绍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它是母语专辑哦，它叫 Voyager， 是这样念吗？这是Voyager， 这是英文还是族语？这个是英文。这是英文。对害我一直想要用族语去念它 Voyager， 所以是再念一次。Voyager 什么意思啊？航海者或是冒险者的意思。不好意思，我没念什么书。Voyager， 我这一辈子念最多书的时候，就是在学族语，所以我看到英文拼音，我就很自然的会把它变成罗马拼音，对不对？Voyager。我跟你讲，不只是你，也有很多的人都会认为是这样，这是很正常的。OK， 好的。那航海者，对，航行者或是冒险者。那这张专辑的核心概念，我们来说一说给观众朋友听。其实我3年前我拍过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国家地理频道，那时候呢，就是这个纪录片要讲台湾是所有南岛族群的这个起源，没错，东从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岛，
是南到纽西兰，北到太平洋、夏威夷等、嗯哼这些就是经过科学家、语言学家还有 DNA 的鉴定，是这些所有南岛的族群的这个这个波利尼西亚人呢，非常有可能是从台湾分支出去的。对然后呢，在航海的台湾有2个民族，第一个是阿美族，对那第二个是就是达悟族，兰语的达悟族。对对对，他们是航海的民族，对他们没错最远的就到菲律宾吕宋岛这个地方，那我们阿美就是分散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各个地方去。对，那刚好，然后呢，我发现我的生命历程呢，就像这个Voyager 一样，我当初为了音乐的梦想，我从部落流浪到台北来，然后到台北梦碎之后呢，我又流浪到英国去，那现在又因为我觉得有点幸福，可以到英国去。然后现在又因为音乐的门为我打开，我又回来了。那这一路啊，看起就是一路其实很不顺遂，但是其实就像一些探险家一样，你没有经历这些大风大浪，你的生命是不会有那个有那个厚度。没错，那你没有经过这些大风大浪，你没有一个底气。对，那因为就像钻石一样，你必须要经过切割，你才有办法发光。没错，它才有各个角度，然后八星八件，我开始卖钻石了。是。讲到这一张专辑，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它除了是一张母语专辑之外，它还结合了厉害的音乐人，然后它曲风是电音。是电音，然后双制作人呢，吴金代老师，我们知道他是风潮音乐的音乐总监呢，金曲的常胜军，没错，他制作过非常多的专辑，然后也其实有做过很多就是有关于原住民相关的采集的音乐都有得奖，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温娜，他是金鹰奖最佳的电音专辑得主，合作的人也是很厉害，包含我们的阿豹姐姐、布拉瑞扬，还有科拉奇、草东没有派对，这些呢都是金曲奖、金鹰奖上面每个都有拿奖的人。怎么那么厉害？第一张专辑就可以合作到2位这么厉害的制作人。其实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是音乐对我来讲已经是几乎忘记的这个梦想，而且又这么遥远。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加入风潮。那风潮，我一听到制作人是吴金代的时候，其实我好开心，因为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也是还入围了格莱美奖，用心用生命在做音乐的，真的。然后对啊，再加上温娜他有很杰出甚至很独特的这种电音的这种音乐的才华，那对我来讲，我真的运气很好，好像我又遇到了另外的天使一样。真的，在你的人生，我觉得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吸引力法则，因为你相信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梦里面的天使，然后来给你一些灵感，然后你相信这一切都是这样子这么的自然，然后来发生，你幸运是这样来的，所以你一路上你就一直不断的被幸运包围着，然后不断的有天使来到你身边。那这张专辑航海者有了这样的电音的基底，然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制作人2位来帮你做后盾之外，我们还有合作到一些族人们，比如说泰武古谣传唱队，然后还有马太林部落的族人，因为我们在里面听到很多的声音除了老师您的声音之外，还有一位很特别苏格兰传统民谣的传承者 Fiona。他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呢？其实 Fiona 我从小看他看到大。对，是不是英国吗？还是他是台湾人？他就住在苏格兰人。OK， 他是住在苏格兰。我在苏格兰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他才几岁，10岁。那20年过后，他已经长大了。那我发现他有一种很干净的这个声音。他们家该不会是酒厂吧？威士忌是吗？没有啦。不过威士忌的确是从苏格兰来。对，因为我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唱歌，他的声音非常干净，而且他是盖尔族。其实苏格兰人有原住民哦，他是盖尔族。
然后呢，他是盖尔族的后裔，他又唱，他会唱盖尔族歌，说嗯每一次我听到他唱歌，我觉得听到天使刚好飘过的那个声音，哇我就决定邀请他的声音是不是也可以加入在我这次的音乐专辑里面。所以他唱的那一首歌是哪一首歌？我们待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是大地之母的样子，就是第一首歌，是吗？是大地之母吗？大地之母没关系，我们可以确认一下。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 PR 帮我确认一下。大地之母，我们都要来分享大地之母这一首歌。好像是大地之母这首歌。大地之母这一首歌，它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它一开场就非常的有气势啊！谢谢。对啊，我一听就觉得好有气势的一首歌。那大地之母，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里面都是你自己写的歌词，对，词跟音乐都是超我自己厉害写。哪里，谢谢你。超级厉害的。那我想要问一下优哥，你在做音乐创作的时候，首先你都是先做词曲之后，做词之后才有曲，还是有了曲才去谱写词的？也会不一定耶，有的时候是真的有曲。才会有词，那有的时候会有先词才会有曲。我想你是创作音乐的人，你也很了解。我其实我都是先有词才有曲。真的、对我自己的习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有时候还是偶尔会有点哼一些东西出来，但我很少为了我哼的曲子去写词。我自己，因为每个人创作方式不一样。对啊，很有趣。这个大地之母，它要表现的是，因为近几年来，我看到有很多的风灾啦，还有就是澳洲的大火，美国加州的大火，那还有土耳其的大地震，然后印尼这边的还有大海啸，还有近期还有超可怕就是我们光复马泰安那边的就是水灾，那包含现在全球就是海洋的生态受到过度的捕捞，还有核废料的污染，是，然后还有温室效应的关系，整个地球都不平衡，甚至就是亚马逊的这个雨林，就是也被砍伐的，就是超过我们的需求。那其实大地之母其实受伤的这个状态，那其实我有感而发。其实我在创作绘画的时候，其实我画了很多跟环境保护有关系，对环境关怀有关系，所以我在创作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观察最近这几年风灾、雨灾，然后还有地震，甚至这些海洋受到污染的问题，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首歌，我们可以提醒大家，要爱地球，对我们如何重新对待环境。那因为呢，我们过度的取用这些环境的资源，它就会导致这个生态的不平衡，而且呢，其实大自然会反扑的，没错。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首歌大家可以重新思考对待环境的方式。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大地之母，而且大自然的反扑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是啊，你无法去抵挡它。难怪我觉得这首歌一听起来就怎么有一个气势磅礴的感觉，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大地之母，优哥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歌曲呢？我们可以稍微来聊一些有一首歌叫《美好之歌》，这个美好之歌就是我跟泰舞古谣的小妹妹们一起合唱的歌。是。那这些泰舞古谣的小朋友，后来才发现是10年前我带艺术课程的孩子。真的假的？他们是有认出来吗？老师，你是我们以前的那个画画老师。对，他们还在国小。那如今他们长大成人，然后也成为一个就是传唱的，就是教育者。那我觉得这个缘分太奇妙了，因为吴金代他也常常带会到三地门那边，对，去带泰舞古谣传唱，因为金代老师也有帮他们做专辑，而且做了不止一张的。对，那这次有这个作品美好之歌是吴金代制作人他自己写的歌，但是很奇妙，就是用阿美族的这种语调来唱。那我是阿美族人，他们是泰雅族，那我们两个不同的族群为了一首歌，我们合作在一起，然后希望彼此更好，因为原住民我们有分享的这个民族，对，没错，分享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融合分享，就不分语言。对，所以这首歌
我觉得那个画面就很美，很美很美，所以就叫美好真的之歌。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我对里面有一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应该是《瀑布》，它是华语对，唯它一的是华语歌，我就听这个语言怎么那么很面熟哦，是华语，然后慢慢的，然后声音很温暖，然后我不禁，因为我刚好在开车听，然后就听到这首歌怎么有一种黄大炜的 feel， 你自己有觉得吗？还是有朋友有这样子说啊？你是第一次说的？对呀，我觉得老师你就是整个唱腔，然后还有整个咬字，还有那个声音，嗓子的声音有黄大炜老师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为什么是瀑布？瀑布的一开场就是一个人在喝咖啡。对，我听到的歌词第一句就一个人在喝咖啡，他是在写什么故事啊？谢谢亚维，这是我的失恋故事。哦，真的吗？那一定要好好的来聊一下，到底在瀑布下面失恋哦。没有，其实对我来讲瀑布其实就是一个爱的有时候我们爱就很强烈，就像瀑布一样，它是倾倒下来。当你在恋爱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人家会说是轰轰烈烈，或是被爱情冲昏了头？爱情其实是强烈的，是灵魂深处，不只是身体，是灵魂深处的那种力量。哇，那我形容的好有画面哦。那这是我的失恋故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谈恋爱的经验。对，那我就把我这个失恋的这个经验，透过音符还有我的文字把它写下，而且这是我20年前的作品。你该不会那个瀑布是你的泪水吧？其实也像哭的像瀑布。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其实瀑布也代表就是内在的这个悲伤，就像瀑布一样。为什么会失恋？为什么20年前你的对象他到底觉得你哪里不好？他到底觉得你哪里不好，让你这样的伤心？我觉得其实爱情这种东西很容易起化学变化，谈恋爱的人都知道。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对的，但是后来发现好像相处了之后不适合。那只是说在当下我会觉得很痛苦或者是有点难过，但是后来我发现适合的人就在一起，不适合真的要彼此祝福，而且要学会一件事情。Next， 下一位，真的，因为不要为了就是在一起而在一起，不然的话，将就，就是你去将就另外一半，真的是委屈你自己，然后也为难他。没错，没错，真的。那学会就是洒脱一点，下一位，然后会更好。对，真的是这样子，知道你自己找到最适合的人。对啊，因为其实人生很短暂呢，你不可能为了一个人，然后你就一直不断的去忍耐，然后结果自己受伤了，真的内心都已经破了7、8个洞，你自己都不知道。对，很多时候爱情是这样子的，但如果可以洒脱一点，就像老师说的 ，next， 哇，人生多美好，我们就一直维持在那个瀑布的热情里，瀑布还会有热情。也是热情，也是泪水。对，也是热情，也是泪水，真的。那当然，这专辑里面有非常多首歌，有7首歌，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来把它介绍完。可是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线上串流继续来欣赏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当然，我们还有实体专辑耶。我今天其实很期待可以看到实体专辑，因为毕竟是一个画家，你应该自己设计的吧？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专辑它的主视觉概念嘛，然后再 P 上去画面。刚开始当蜂巢音乐他们跟我说希望我的专辑封面是有自己的创作，我觉得也很适合。为什么？因为我是画家。对。那如果是透过我的作品来当做封面，我觉得也会很特别，因为很多的那个歌手他们的封面就是大部分是拍照。对那很少有用画的，而且还自己画的。对，但是
其实画画对我来讲不难，因为画了20几年。但是最难的地方就是我如何把这个航行者这个冒险者的 Voyager 的这个精神给画出来。那个眼神，你就要望向远方，那充满恐惧，但是又充满希望的那个眼神。然后我又把这个海浪对，就是画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这个。我看到你的主视觉，我就觉得天哪！因为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自画像，然后它是个蓝色很有层次的，但是仔细一看，你的身上都是海浪因为对我来讲，海浪它其实就是一个航行的时候，我们一条路。那这个浪呢，它有的时候是平静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会起风浪。那就是冒险也是一样，不可能就是一帆风顺。所以我就把这个风浪、起风浪，然后有困难、有困境的这个，因为有这个浪花涌起来，所以才会有美丽的这种颜色，还有这种线条。人生也一样，你没有经过大风大浪，你的生命不会出现光彩，就是很平啊，平平的，平平淡淡的。大海的美丽就是，其实你风平浪静的时候是一种美，但是大风大浪它又是另外一种不同层次的美，真的。那在节目的最后面我想要问一下，你希望未来的年轻创作者，无论是音乐创作者或者是艺术创作者，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吗？我觉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创作自己最爱的那个部分，让自己内在的自由，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没错，很多人花错的时间在不对的位置上，然后做的不快乐。对，我觉得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对，那个最重要，因为做自己的主人，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鼓励所有的年轻的创作者，不管是各种方面的创作者，我觉得就勇敢的去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因为你越是脱离你的舒适圈，对，去尝试自己害怕的事情，或甚至未曾就是做过的事情，其实这个才是真正让你进入到另外一个进阶的这个境地。所以你如果停留在原地的话，你永远无法的就是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真的，这个我最近真的特别的有感。但我讲题外话，不是已经要 ending 了，我还要讲题外话。就是其实我的小孩一个女儿，她是拳击选手，但是因为她为了要升学，她想要升学的那个学校呢是必须也要会跆拳道，但她小时候没有学过跆拳道。然后呢，在这一个学期这个月呢，她就学了1个月，马上就去甄选，就去比赛就对了。然后就在昨天我去看她比赛。我去看他比赛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害怕，想说他从来没学过，他只要去跟人家对打，就是没对踢。但是他竟然，因为他就很想要念那个学校，于是他就很勇敢的就去跟他的对手是金牌，是那个量级的金牌，然后就很勇敢的就上场比赛了，然后打得也不错。虽然他没有赢，但我觉得我真的是以他为荣，因为他好勇敢。我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勇敢，这么不熟悉的这个跆拳道，他是拳打，怎么会脚踢？然后我就是觉得，你真的太棒。然后连教练说，他愿意去面对这么不熟悉的比赛，其实他赢了，好棒！对，其实他赢了，就是这个精神。对呀，那所有离开舒适圈，所有的年轻人，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找到自己。这是优哥告诉你们，找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勇敢去做，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没错。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优媳妇老师优哥来到我们的亚维聊天室。那希望大家可以呢来追踪老师的 IG 以及脸书，然后来听他的新专辑。老师，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Voyager 航行者。我是亚维莫瑞，我是优媳妇，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Kusinga Yawai Mauring, Kita Tavavau Nealaki, Naskaya Dalam.